阿姨，钱太太，恐怕今天要让2位失望了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我在这里郑重向大家宣布，我们华彩退出这次收购计划。你这是？阿姨，我爸爸昨天已经给其他董事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对你没有通过董事会投票就擅自决定收购完美很不满意，甚至有人提出要罢免你的董事长职位。这是厨神争霸的邀请函，也就是我的挑战书。到底你跟我谁能够做出正宗梁妈私房菜？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舌尖上见分晓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这辈子不许说你是梁妈私房菜的传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，如果你输了，你要把师傅的菜谱还给我，还要到我的餐厅当我的员工。一言为定。于董事长，你要为这件事负责任呐。是啊，华彩的股票受影响波动很大，你收购完美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能够代替我们董事会一个人做决定呢？我们今天就代表董事会让你做出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我们就让你引咎辞职。别动不动就把董事会搬出来，关起门都是自己人。哎，老沈，老贾，我不在公司这段时间，你很活跃嘛？啊？哎，听说你小舅子的公司最近亏损得很厉害，还跟那个英英的父亲借了很多钱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向来是主张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借钱只能度过暂时的难关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帮他联系了一个国外的客户，你问小舅子需要不需要？啊，当然需要，当然需要。老沈，还是你的人脉广。哎，嫂子，刚才都有得罪。各位董事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一步了啊。大张啊，你在这儿淌这个浑水干什么呢？啊，前两天我跟你儿子通电话，他还在电话里边抱怨呢，说你不去澳洲陪他。哎，要是我呀，我就不淌这个浑水，我还不如早点去澳洲陪儿子呢。是，老沈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我这就订机票去。嫂子，我先走一步啊。我也有事，先走了。我的事情啊，不用你来插手。木莲，你闯祸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他们赶走，就是为了单独教训我是吧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对，我是让你中了。我穿着高跟鞋崴了自己的脚，哎，可是我不后悔，我就是要针对陆湘北。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让人家抓住了把柄，自己不反省，反倒和我怄气。你这个董事长差点做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华彩是我自己的，我愿意怎么折腾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哼，我就不该来。叔叔，真的很感谢你这次出手相助啊。小北啊，叔叔还要感谢你，多亏了你打电话告诉我英英的计划，我这个女儿啊，真是不知深浅。如果不是这次事件事关重大，我也不想打扰你。这个欧玛集团的杰西卡野心勃勃，一旦让她吞并完美，下一个目标就该是我们华彩了。我承认我和老沈在生意场上有分歧，我也不服气他们沈家一直霸占着华彩董事长的位置，但关起门来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。何况有了这次的把柄，我也可以杀杀于慕莲的锐气。叔叔，你是要回来争夺董事长的位置吗？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，但是现在我和你阿姨环游世界，不知道多开心。就算现在把董事长的位置给我，我也不要。我不过是想趁机给于慕莲一个警告，他的确不适合当华彩的董事长。你放心吧，会有人帮他灭火的。这个于慕莲太嚣张了，
他把老沈这么好的男人赶走，你说是不是该给他点教训？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。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华彩可以退出这一次的收购战而已。向北啊，你好像变了，变得更有人情味儿了。也难怪我那个傻女儿对你念念不忘了。叔叔，如果我伤害到了英英的话，我向你还有阿姨说一声对不起。让她吃点苦头吧。我这个女儿之前的成长太顺利了，这次算是给她个经验教训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再见吧。好的，谢谢叔叔。你敢拦着我？你不认识我是谁啊？对不起，英英小姐，于董事长吩咐过，从今天起您不能来公司了。英英，英英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很上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笑话我吗？我现在被我爸爸支配，又被你妈妈骂，我真是里外不是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笑？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个乖乖女，这么听你爸爸的话呀。我不想听啊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我爸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进入演艺圈，他在电话里说了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再也不会让我拍电影，更别说唱歌了。那拍电影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还没有放弃啊？在我英英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这2个字。喂，沈夫人，是我。陆向北，你胆子好大呀，敢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我想请你喝杯茶，请你看在我妈的份上，一定要来。莲妈，我和外公来看您了。我知道向北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我，可是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接受我的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感到很惭愧，是我拆散了一念和向北。我知道，你没能看到2个孩子结婚，你走得很不安心。外公，您别这么说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等，等到向北接受我为止。你知道吗？向北他没有时间了。他没时间了？外公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一直都觉得挺奇怪的，他之前对我一直都挺好的，突然间态度就特别恶劣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，到底怎么了？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外公，你告诉我吧。一念，向北他之所以做出这么多反常的事情来，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。他的耳朵，他耳朵怎么了？他得了中耳癌。陆向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人喜欢当面锣对面鼓，我不喜欢背后搞小动作。
喝茶吧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封信是我妈陆小娟写给我的，我希望你可以看一看。还有这里面有一段录音，是我妈妈梁妈她录给你的。木莲，是我，在我人生最后的阶段，我认识了你这个爽朗直率又有点骄横傲慢的善良的母亲。我没想到你们沈家和我儿子向北有那样的缘分，也许这是上天的安排吧。上次到你家做客，我很开心，看得出你是一个好母亲，更是一个好妻子。我知道，因为向北的出现，让你和沈先生发生了很多争执。我代替我儿子向你们道歉，希望你能和沈先生夫妻两个人和好如初。梁妈呀，是我见过的世上最善良的女人。陆小北，你认识她是你的幸运。我没想到，你妈妈一点都不恨你爸爸，还希望你爸爸过得幸福。以前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可能伤害到你，对不起。要说对不起啊，我也有错。其实，康琪早就劝过我，不让我恨你，可是我不听，我还联合杰西卡收购你的公司。其实我是怕沈孟德离开我怕他心里还爱着你妈妈。对不起。这些话你对我爸说过吗？他没问过我，我也没说过。陆小北，我不恨你，我其实只是在乎沈孟德的反应。那是因为你太在乎他，太爱他了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阿姨，其实我觉得，人千万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刻才后悔，后悔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好。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可能我爸以前真的对我跟我妈妈做过很多很不好的事情，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那么多年来，陪他走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。我觉得我爸现在最在乎的还是你。谢谢你，向北。谢谢梁妈，也谢谢你的生母。哎，我沈玉木莲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总算是大彻大悟了。来，你说老大，快下来吧，别擦了，这么高怪危险的。陈杰西，你都没有别的正经事可以做了吗？你走吧，看是不是我们餐馆的员工了？我帮您扶着这个还不讨好啊？我很感激你雪中送炭，可是你整天这样跟着我，我觉得很
来看你热闹的好不好？你今天不是要比赛吗？我是想看你出丑啊！喂，好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是来帮你打气加油的嘛。用不着。哎呀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老是赶我走啊？我是来帮你的好不好？一朵。哎呀！一朵是你叫的吗？你先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，然后跟我划清界限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。你真的是没救了！你怎么那么希望我走啊？喂，今天比赛是不是缺少助理厨师啊？算了，我帮你吧。我已经有助理厨师了，但是不是你。你在旁边只会碍手碍脚啊。那是谁啊？哎，他来了！哇，小马哥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哟，一朵，我把东西准备好了，你看可以吗？啊，小马哥，谢谢你啊！喂，一朵老大，你说的助理厨师就是他呀？啊。他凭什么？我有这个，你有吗？怎么样？可以离开了吧？我们今天还要去电视台参加初赛呢。凭什么他去我就不能去？不行，我偏要去。这个一朵手艺还不错，听说在梁南唯一的传人。有必要吗？不过是一场比赛，我们何必亲自？这次比赛我一定要赢。我最近烦透了，如果连这件小事我都赢不了，那我还是莹莹吗？别人怎么看我？好莱坞那边的制作人怎么看我？说到底，我看你就是放不下。拍戏的事情，要不暂且放一放吧。连你也不看好我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你，为了要赢，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的。我这是担心你，不用你担心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要赢得这次比赛。好，恭喜你，你们做的菜已经通过了评委的审核。接下来，你们可以代表你们的餐馆和对方进行终极 PK。一朵老大，等我一下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哦。惊喜？喂，要不要找个地方庆祝一下？好啊，好啊，走啊。走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代表梁妈私房菜参加比赛的一朵主厨在吗？他早就走了。啊？走了？嗯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坐稳了，我要加速了。记得我上次带你来的时候，你很开心、很激动，蹦蹦跳跳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长大了哈。人是会变的嘛。我跟一念在认识梁妈之前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厨师。现在不但会做菜，
才能够站在除尘争霸的现场。我觉得你很坚强，我没想到你敢向对方的主厨挑战。当时梁妈收你做徒弟的时候，我跟向北还讨论过，觉得你未必适合。但现在看来，我们大错特错。谢谢你啊，这个时候肯当我的助手。我愿意陪在你身边，一辈子照顾你，一辈子当你的助手。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等你赢得了厨神争霸大赛，如果你愿意，就带上他。医生，我是陆湘北的家属，他的中耳癌扩散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一直催着他把家属带来，他那执意不肯。他说他要做好最后一件事，然后呢再肯到医院来做手术。他是我见过的最要强的病人。那他还有没有得救啊？因为他不肯马上来做手术，我们只有药物治疗，效果不太明显。从近期他的化验报告来看，他的癌细胞会有转移的迹象。都怪我要是早一点发现就好了。还有，最近他的听力也有一些问题，耳道时常会流血，因为他这个病变的位置比较特殊，所以会影响到视觉神经。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救救他？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，一定要救救他！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治病救人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真要救他，就去说服他，让他赶紧来医院手术。还有，耽误了最佳的手术期，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爸，你这又是干嘛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今天就搬出去住，受够了。爸，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就是太了解她了呀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索性啊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让我走。爸，你别生气。你要是这么走了，华彩怎么办？留下这个烂摊子，谁能收拾啊？找你妈呀，她不是很能行吗？这个钱是她的，好，她做主，我走。爸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妈，你看。哎，妈，你稍安勿躁，千万别动怒。你要是把爸给撵走了，他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踏进这个门。想睡觉啊？回卧室。爸，妈跟你讲和呢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以前啊，你的衣服都是我亲自烫，你看现在弄得皱皱巴巴的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那些佣人。孟德，我不是一个好妻子。之前我不该一直在你的伤口上撒盐，其实我挺惭愧的。若莲，说不好。我不该瞒那么久，让你伤心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也做得不好，我不应该找私家侦探去跟踪你。
而且逼着你离婚。我今天呀，见陆向北了。向北？虽然之前他让华彩和我们沈家颜面尽失，但是我还是挺感激他的。孟德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在尽力的保护沈家，可是我没想到，我差点把这个家弄散了。幸好他提醒了我，让我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。孟德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孟莲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孟德，我想清楚了，陆向北是你的儿子，也是康华和康琪的亲哥哥。他现在养母已经不在，我和你就是他的长辈。我愿意接纳他，成为我们家的一员。你是说，你愿意接纳向北？我愿意。啊，向北已经答应，有时间一定来家里，带着他的外公和我们全家吃个团圆饭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我真心的替向北谢谢你，为这个家谢谢你。我爱你。哎呀，好了，老夫老妻的还说这种话，引发孩子听见笑话。不管，我爱你。有你这样的老婆啊，我感到骄傲，真的。姐，跟你说个好事，爸跟妈已经和好了，放心吧。一朵，陆经理，你怎么来啦？在忙吗？不忙，走。辛苦你了。不会啦。自从我妈走了之后，餐馆都是靠你一直看着。这是我应该的嘛。要不是因为师傅，我也不会有一技之长。陆经理，你放心，为了梁妈私房菜的招牌，在接下来比赛，我会竭尽全力的啊！加油！嗯。我已经把梁妈私房菜一半的股份转到你名下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不能收。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以后这餐馆呢，就需要你帮忙发扬光大了，答应我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让梁妈私房菜这个招牌倒下来，好吗？嗯，陆经理，你放心，为了梁妈私房菜，我拼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嗯。有空的时候，你也去多关心一下一念。不管他遇到了什么困难、什么挫折，都帮忙去，尽量多鼓励他、安慰他。陆经理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就怕你只顾着工作，把别的事情都忘记了。嗯？你放心，我全部都会照顾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好。外面回来了。站住！你去哪里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你的私生活我从来都不管，因为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让公司、让家族蒙羞。可是你看你现在，公司的事情你都不管，整天在那个什么私房菜那里，就是为了见那个 waitress 吗？哎呀，妈咪啊！他不是什么 waitress， 他是大主厨。我不想知道他是什么，
但是你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你想跟他玩一玩的话 ，OK， 没问题。就是不可以认真，因为他配不上你。哇，妈咪，不会你也觉得我是只高高在上的天鹅，她是井底的青蛙吧？她这种女孩子，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。那你收购完美，还不只是为了钱呢？好歹人家一朵老大有他自己的本事啊！你这样跟我讲话，对不起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。等我把完美集团收购了，你就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可是妈咪啊，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候从股市上收购的话，对我们的风险真的很大啊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妈咪也不笨，我有很多朋友。要找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也不是那么难。喂。马上去医院做手术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大夫，现在马上去给我做手术。你在说什么呀你？我全部都知道了，你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，但是医生说你不做手术的话，你会没命的。涂一念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摆脱一个强大的对手，但你别忘了，还有杰西卡，她一直盯着我们董事长的位置。所以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我不要公司，我也不想当董事长，我只想让你快点好起来。涂一念，你不能感情用事。我们现在容不得任何闪失。我可以离开，但你必须要留下来，你必须好好活着，因为完美就是童家还有陆家最后的希望。喂，莹莹，知道。现在我正忙着呢，很快过来，一会儿见。听到了，你的上司现在要去约会，不要跟过来。请你给英英小姐一次机会吧。申先生，为了这件事，你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，已经影响了我正常的工作。你们美国人平日里把公平挂在嘴边，难道就是因为一条负面新闻？你们连一次试镜的机会都不给他吗？这算什么公平啊？如果你们连我这个要求都无法满足的话，我看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合作了。我想过了，那首电影插曲我不想卖给你们。你要知道，能为这部电影创作插曲是你的荣幸，你竟然愿意为了英英放弃进军好莱坞的机会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如果你们对英英差别对待的话，我宁可放弃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他一次机会。真的？我真的是搞不明白，你和英英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无条件地帮助她，你们应该是热恋中的情侣才对。但是报纸上却说你们是假结婚，我真的被你们搞糊涂了。
去哪儿啊？我很久没有听音乐了，这附近有个音乐学校，你陪我去吧。康琪，一念，一念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找茵茵啊。被你猜到了，是不是很丑？我很少买花的。挺好的，又回到以前的样子，加油啊！你呢？不会是跟踪陆向北吧？很明显啊。这也太明显了吧！哎，我一追出来，他怎么就不见了？去哪儿了？别担心，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好。但你拉得很认真，一定是很好听的曲子。这是卡农。卡农什么意思？是一首曲子吗？卡农是一种音乐题材。我就是模仿卡拉扬的卡农，好听吗？对不起，向北哥，我忘了你的耳朵听不到。可我能感受到这段曲子一定很动听。我看你拉琴的时候特别投入。那是当然的，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不在乎别人的目光。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伟大的小提琴艺术家。等等，我在想象，我也很喜欢通俗音乐，我也很喜欢表演。将来我应该做什么好？你做什么都好。茵茵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漂亮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。他们好快乐，我也好像看到以前的你一样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真正喜欢音乐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，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